收听7月24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耶利米书第7章到第8章的第3节。耶利米书第7章到第8章的第3节，在今天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，上帝差派耶利米来到圣殿的门口，要耶利米站在那里向犹大人宣布他自己的话。于是耶利米他站到圣殿门口，传达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的信息，说的竟然是你们要弃邪归正，我就让你们在这地方居住。在这段信息当中呢，听来有许多令人感到讽刺的地方，但是耶利米会需要到圣殿门口来宣讲悔改的信息，不仅是因为在当时耶利米他宣讲上帝信息不被人所接受，既然我在群众当中讲没有人要听，我到圣殿讲总可以了吧。但是另一方面也表达了，不仅是在这些一般的群众当中，他们远离上帝的心意，他们不听上帝的话语，这些圣殿里面的人也是。似乎在当时南国犹大的这些以色列人民认为，我们只要仍然有照常去献祭，遵照这些律法条例来行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平安。而实际上的情况不也是平安吗？但是上帝在这里却透过耶利米告诉他们，不，我们其实都不平安，我们要弃邪归正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居住在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啊。这个应许之地不仅是我们知道的迦南地，也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，做我们上帝的地方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这些人他们以为有圣殿的崇拜，我们就可以有安全，因为上主的圣殿在这里啊，上主的同在在这里啊。在这里耶利米就说到了一个地方，他们也是因为这样的心态而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，就是在示罗，当时的约柜在示罗这个地方。他们在示罗因为是一个上帝同在的地方，因为有约柜，所以他们觉得既然上帝在这地方同在，因为有约柜的关系，我们有约柜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，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，约柜都会保护我们。但是上帝透过一次的战争，让非利士人掳走他们的约柜，他们很清楚知道，原来能够让我们平安的不是那看得见的圣殿，不是那些敬拜的礼仪跟仪式，不是约柜，而是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活出敬虔，活出荣耀，活出吸引上帝同在的生命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有讲到，如何吸引上帝同在呢？如何经历真实的平安呢？在今天经文的这个第22节说到，我领你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命令他们献烧化祭或其他祭物，我只有命令他们要听从我，这样我就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就做我的子民。我们一直看这个摩西五经，来到生命记的第28章的时候，还真的一打开来看，没有说你们要去献烧化祭，你们要去献什么祭，而是说你们如果这样遵行，我就要赐福你们；如果你们没有这样遵行，我就要降祸于你们。原来上帝所要寻找的，上帝同在的地方，彰显上帝荣耀的地方，不仅是那个礼仪跟仪式，还有在当时在之后，我们在聚会当中所表达对上帝的尊敬，对上帝的赞叹，对上帝的渴慕，以及我们会后散去，回到我们的家中，去到我们所去的地方，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态度，在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可惜的是，即使耶利米来到圣殿门口说了这段话，
他们仍然不听。上帝因此在这里说：耶利米啊，你向我的子民传达这些话，但是他们不听；你呼召他们，但是他们不应答。你要指责他们，他们的国家不接受惩戒，不听从我上主他们的上帝，忠信丧尽，他们连提都不提了。所以在这里，上帝他再次的表达，他看见这些人甚至在他的圣殿里面侮辱他的居所，因为他们把他憎恨的偶像也放在圣殿里面一起敬拜。上帝其实深深知道我们的心思，当人执意要按着自己的方式去做，他既拜上帝又拜自己所喜欢的偶像，这样双重标准、三重标准、多重标准所带来最后就是混乱、败坏、失落的生命。在今天的经文很明显的最后一段就是在这样说：当他们拜这些太阳、月亮和星星的时候，却不知道未来他们就要曝尸荒野，也就在太阳、星星、月亮的底下。这是很好的提醒，也是很重要的提醒。上帝喜悦我们的生命是听从他的话语，不仅是在这些圣殿的崇拜。固然圣殿崇拜很重要，因为让我们体验这些敬虔仪式感。不过这些仪式感、这些敬虔却不是从圣殿礼仪开始的，而是我们愿意遵行上帝话语，活出他命令开始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怜悯，主，我们需要你的光照，光照我们内心里面那双重标准。主啊，也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以什么为我们首要的标准？主啊，你的话语才是我们真正要遵行的标准。世上一切好像很多看似有诱惑，看似有更及时的好处，却让我们离弃神的事。主，我们要求你显明出来。更是在现在疫情不稳定的时候，我们更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有敬虔的态度回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因为你要的不是献祭，主，你要的是我们敬畏你，与你合一同在，爱你的心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今天要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也这样来开始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